那个第一天可能应该那时候应该没有哦，所谓是英雄要上第五可能。你说是怎么演呢？你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时间啊，那个某一个不可能说第一天了说。你那个第一天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知道那个5年级的。这个村长有点模糊。这个昨天开会结果是这样的哈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我们原则上我们晚会哈，因为按照我们传统习俗哈，第一次不受那个比较恶灵来的，咱们班里面的第一批的祖先哈，还没不烧之前，因为昨天是我们头目他特别解说的，他说我不烧之前，我们所有娱乐性的活动，我们也不能穿得太夸张，因为恶灵都还在嘛。所以说我们愉快的啦、喝酒的啦、穿的衣服啦，统统都不能办。因为如果说我们这样办下去的话，我们弄下去的话，那些巫婆们会留恋，他会想要留下来。所以说一定要等到第二天送完第一批的巫婆的时候，才能够办跳山第五啊、晚会啊这些。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思，就是说晚会可能顺便。对这个议程请各位这个稍微注意一下。第3天到中江，或者到那里，后面可能就是第4天。对，因为我记得好像那个廖主任因为他要颁奖嘛，所以说他已经在最后一个晚上。颁奖，比谁那边做颁奖？廖主任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收银所分享那个部分？会，应该会在第4天。好，那要不然的话，好。Bagaimana panjang kita sebenarnya selesai cuma kan tunggu makasih到这个月的10月可以上，这个是不属于那个境界都属，selesai cuma kan tunggu makasih sebenarnya。apa呢？过了6年级之后，那个就不能上了。selesai cuma kan tunggu makasih。ada sebenarnya. Apa因为现在ada kamu ini nanti sabi nanti aku sawi. 我在你们的马大们，我这一点事情，我应该是我这样跟你们回答应该是正确的，我是有问过了。你说马家讲我马家什么来？啊，反正刚才都马家是来的，那5年级是来安哪个呀？啊，反正那5年级是来，你看那有的可以，啊，这怎么样？马家也个的，你不能唱那个5年级的歌，就是那个祭司，就是那个。你说你在上不是播，在真的有5首歌，那本来说，干嘛还在这些现在放的？有apa tuh di cuma aja kita buat aja macam-macam apa sih itu. Jadi, kalau kita mencoba makanya sebenarnya tuh saya coba makanya我呀，就应该可以吧。我马上说，所以我们跟年轻人讲，就是说那5首歌是因为那个都是巴莱港他们要写的了，那个一定是什么叫给他完蛋了嘛说你们马上巴莱港，你们就有权利去写了。你说现在呢是说5年7岁，要么就在学习，但是那么的时候。